另外，针对这劳体薪资问题，有一寡劳工团体是去到行政院来抗议，认为讲这薪资实施到今呢已经有20天的时间啊，也毋过物价是直直咧起，这头家提拨的这劳体金呢是有关干啊6%尔。根据这劳保局的资料呢，劳工的劳体金平均一个月毋才是6000多块，这退休生活开销是根本捧袂过，所以因是呼吁政府得爱赶紧修法，甲头家提拨的比率对6%增加到9%，才会当真正来照顾到劳工的退休生活。劳退新制20年，劳工退休没有钱。劳退薪资今年满20天，劳团拜二伫行政院头前抗议，因讲物价则是一直起，毋过劳退金却少甲真可怜。头家劳退金提拨一直卡咧6%，因诉求政府修法，爱政府要求头家劳退金提拨的金额爱对原本的6%提悬到9%，若无退休的生活根本就拍袂过。我们现在劳工来讲哈，现在领退休金的人来讲，真的是大家也看到，真的是算起来是蛮惨的，甚至呢。不得不再重新退休后再就业都是做一些比较低阶的一些打杂的工作。劳团表示，照目前头家提拨6%来算，根本就无够退休生活。根据劳保局去年12月份的统计，选择一届领完劳退金的民众，平均每人金额是256979块。若是选择按过领的劳工，平均一个月干那6332块。劳团讲，无论是一届领，抑是逐个月领，拢比旧制更较袂好。依照劳退旧制的比较看起来，劳退旧制正常是伫12至13%左右。所以，咱希望政府这个单应该是先加提高到9%，然后加慢慢加提高到15%。我们还是会来优先鼓励雇主提高这个提缴率以及鼓励劳工参与自提对此，劳动部是回应，确实面对着疾病保通货膨胀，6%的提拨金额可能真正无够。未来会鼓励企业提悬提拨，也继续和劳团企业代表讨论，继续收集意见，思考未来制度方向。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